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新历4月初3，花莲大地东地牛翻新，土牛换经。另外，现代少年家结婚甲生囝的比例嘛愈来愈少。有了一寡人认为讲，组织家庭经假头的压力嘛实在真大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“假”，读“个”假第4条。一般这个“假”较无咧单独用，常在形容是经，咱讲经假，嘛有人讲是经假头。古早嘛有人讲是假经。另外，咱打物件时换经假头打，古早讲是换假，嘛有人讲是换经。像讲地动，古早讲是土牛换经，认为讲土骹的地牛本来是咧困，因为换经才会来引起地动。另外，古早嘛有一个词，讲是这个起手落叉、吞经放假，意思是讲一个人伊咧运功或者是准备要做动作时所做的行为甲动作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经假头，也就是经假，嘛会当讲是爱承担的责任。第二个词读做假心肉。这是猪肉或者是牛肉，整体到经界部分，因为肉较结实，油较少，适合用烘或者是红烧用卤的，特别好食。另外，个胸坎一直到腹肚的肉，咱讲是禽胸肉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有人讲古早卖肉，无亲像即马分甲遮油，敢若大约分做3层仔肉，经架头附近的架心肉和后脊、腿裤、腰内肉、肉丝肉。因为现代人注重食食，猪肉的部位分做更较油，大家就是希望会当食到更较健康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假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